日本執政自民黨經過2輪投票之後，前經濟安全保障擔當大臣高市早苗當選新總裁，佢有望成為日本第一位女首相。高市早苗形容自己開創自民黨新時代。喺北京，外交部話注意到日本自民黨總裁選舉，話係日本嘅內部事務，希望日方信守喺歷史、台灣等問題嘅政治承諾，奉行積極理性嘅對華政策。日本自民黨總裁選舉喺第1輪投票，5個候選人得票都唔過半數。由得票第1嘅前經濟安保擔當大臣高市早苗，同埋第2嘅農林水產大臣小泉進次郎進入第2輪投票。呢一輪投票，自民黨國會議員有295票，地方票改為全國47個都道府縣嘅自民黨支部各有1票，合計342票。156票であります。最終高市早苗以185票擊敗獲得156票嘅小泉進次郎。本当に多くの皆様と共に、自民党の新しい時代を刻みました。誠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高市早苗嘅總裁任期到2027年9月，係中途辭職嘅石破茂嘅剩餘任期。面對執政黨喺參眾兩院淪為少數派嘅形勢下，佢話從而家開始係真正艱難時刻，承諾靠全員參與嘅方式重建自民黨。64歲嘅高市早苗係日本右翼政客代表人物之一，曾經多次參拜靖國神社。佢1996年進入自民黨之後，曾經擔任總務大臣、經濟安全保障擔當大臣等職位。2021年自民黨總裁選舉嘅時候，佢獲得前首相安倍晉三支持，係黨總裁選舉史上繼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之後第2位參選嘅女性，最後輸俾岸田文雄。舊年9月，高市早苗再度挑戰總裁之位，但係輸俾石破茂。今次當選亦都係自民黨歷嚟第一位女總裁。高市早苗政治立場保守，主張實施更加積極嘅財政政策，並且提高防衛開支，被形容係女版安倍晉三。外交方面，佢早前話台海和平穩定對包括日本等極其重要，表示希望同中國領導人坦誠對話。共同社早前報導，政府同自民黨協調，計劃喺月中召開臨時國會會議，高市早苗有望喺會上當選新首相。無線電視記者江川媛報導。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回應美國總統特朗普提出嘅加沙和平20點方案，同意接納部分嘅內容，包括釋放所有人質，但係未有提到解除武裝。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之後亦都話準備立即落實第1階段加沙和平方案。加沙戰事即將滿2年，當地星期6朝早發生多次爆炸。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一個成員接受訪問嘅時候證實，組織接納美國總統特朗普提出嘅加沙和平20點方案嘅部分內容，包括釋放所有人質，並且將加沙嘅管理權移交俾一個基於巴勒斯坦民族共識，並且獲得阿拉伯同伊斯蘭支持嘅獨立巴勒斯坦機構。聲明又表示願意通過調解方進行談判，討論實施細節，但未有提及以色列極力要求嘅解除武裝。特朗普歡迎哈馬斯嘅聲明，話相信哈馬斯已經為持久和平做好準備，又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轟炸加沙，以便安全救出人質。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辦公室星期6發表聲明話，正在準備落實首階段加沙和平方案，又話將會同特朗普政府充分合作，按照以色列制定嘅原則結束戰爭。呢個同時符合特朗普結束戰爭嘅願景。和平方案係特朗普早前同內塔尼亞胡會面之後提出，佢話獲得以方支持，又話要求哈馬斯喺東岸時間星期日挨晚6點之前接納方案，否則會面臨地獄之災。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嘅發言人話，對最新嘅事態發展表示歡迎，呼籲各方把握機會結束加沙衝突。
法國總統馬克龍喺社交平台發文話，釋放所有人質同加沙停火指日可待。加沙衛生部門統計，以色列同哈馬斯前年10月爆發衝突以嚟，累計死亡人數已經超過66000。而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喺星期四發表嘅報告，累計受傷人數超過167000，其中重傷佔2成半。無線電視記者江川媛報導。美國紀念建國250週年嘅硬幣設計草圖曝光，上面有總統特朗普嘅肖像，引發爭議啊！呢款面值$1嘅紀念幣，由美國財政部司庫比奇負責監管鑄造。佢星期五喺社交平台轉載下年美國建國250週年紀念硬幣嘅設計圖。硬幣一面係根據特朗普上年遇刺之後被廣傳嘅照片而設計嘅，可見佢喺國旗嘅前面緊握拳頭，旁邊寫住佢當時叫喊嘅口號：戰鬥、戰鬥、戰鬥。而另一面就係特朗普嘅側面肖像，上面標示住自由嘅字樣，下面就寫住年份1776至2026。硬幣嘅草圖立即喺社交媒體引發涉嫌違法嘅爭議。美國國會喺2020年通過一項法案，允許財政部長喺2026年鑄造慶祝美國建國250週年嘅1蚊硬幣，但喺正面唔能夠出現任何在世或者已經離世人士嘅頭部肖像或者半身像，而喺背面就唔能夠出現在世人士嘅肖像。比奇表示，紀念硬幣嘅最終設計仲未敲定，會喺政府停擺結束之後揭露更加多嘅詳情。無線電視記者楊卓麟報導。日本多處有熊出沒，北海道有獵人俾熊攻擊受傷，而宮城、長野縣分別有民眾上山採野菇嗰陣俾熊襲擊，一共造成2死1傷。日本東北部宮城縣栗原市山上，當地星期5晏晝有女子倒地，身上有一條染血手巾。警方話死者75歲，係當地居民，當日同另外3人分別上山採野菇，之後被發現倒斃。醫生按傷勢判斷懷疑係受到熊攻擊。警方同當地狩獵協會已經喺現場附近設陷阱捕熊。本州中部長野縣大陸村山林同日發現一名男死者，係78歲農夫。佢個面同頸受傷，傷痕疑似爪痕，懷疑亦都係被熊襲擊致死。警方之前1日曾經接獲佢嘅朋友報案，話事主上山採野菇未返。而本州最北端青森縣一名70幾歲嘅男人喺田舍館村外出散步嘅時候，被熊從背後施襲抓傷。由於嗰個男子反抗，隻熊逃離現場。當地警方加緊巡邏，並且提醒民眾小心。北海道小樽市山區就有2名獵人試圖救出一隻被鹿陷阱捕獲嘅棕熊嘅時候，遭到攻擊受傷，目前留院接受治療。涉事嘅棕熊被當場撲殺，警方正調查事件。無線電視記者陳慧珊報道。